各位朋友，我係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嘅何連山。我喺呢處呢係呼籲大家參與保智聯舉辦嘅佔中商討日 Day 2。我哋將會喺10月12號舉辦呢一個重要嘅商討日，希望大家能夠嚟到表達你對香港政制嘅訴求。我哋都知道香港嘅民主路行到今天都係崎嶇滿途，而極需要各位表達你嘅意見，將我哋嘅訴求呢向中央、向特區政府反映。我哋香港市民嘅民主真正嘅普選，都係要靠我哋自己嘅力量，靠我哋自己嘅聲音去爭取。所以商討日就正正係一個俾大家能夠暢所欲言，發表大家對香港政制嘅要求。咁我都希望能夠喺10月12號見到大家嘅出現。